阿彌陀佛，諸位同修大家好，很多我同修到了晚年，心裏總有一塊放不下的石頭，這塊石頭往往不是外頭的錢財名利，而是自己的兄弟姊妹。我們常感嘆，父母在的時候，兄弟姊妹過年過節不管多遠，總會想辦法回老家聚在一塊，吃頓團圓飯。那時候家裏熱熱鬧鬧的，父母看着人女滿堂，笑得合不攏嘴。可是，一旦父母走了，這個家好像突然之間就散了，大家各自忙碌，聯絡變少了，甚至有時候因為一些過去的恩怨，老房子的處置，連愛都說不到一塊去。這時候，很多人心裏會覺得悲涼，覺得人情冷暖，甚至覺得是不是兄弟姊妹變得無情了？其實，這不是誰變配了，也不是誰變得無情，而是每一個生命都有他自己的因緣果報。今天，我們就靜下心來，依循着淨土法門的教導，以及老法師開示的精神，來談談這個讓許多人心痛的家庭問題。有時候，我們參考淨空法師寫稿 TXT 裏所提到的生活智慧，會發現父母走後，子女之間少來往，少一點要求，多一點各自的清淨，這並不是冷漠，反而可能是一重避免造業、保護彼此善應的慈悲。佛法常說萬法皆空，因果不空。我們這一生能在同一個家庭裏做兄弟姊妹，那是多生多劫修來的緣分。但是緣分有序，就一定有散，這是一個自然的規律。佛理稱之為成住配空。我們可以用一個生活中的比喻來想一想，父母就是家裏的一棵大樹，這棵樹的根扎得很深。我們這些做人女的，就像是這棵大樹上的枝葉，當大樹還健在的時候，所有的枝葉都連着同一個根，大家在樹蔭底下乘涼避風雨，自然靠得很近。不管外頭風雨多大，只要回到大樹下，就是一個整體。但是世間沒有不凋謝的花，也沒有永遠不倒的樹。當父母這棵大樹完成了他們這一生的任務，化作春泥，黐開了我們，這棵樹的根就不在了。那麼原本長在大樹上的枝葉會怎麼樣呢？他們必須落到土裏，各自生根發芽，長成屬於他們自己的一棵樹。你的兄弟姊妹有了自己的伴侶、自己的人侶、自己的煩惱，他們要撐起自己的那個家，這就是各自成林。如果我們還執着於過去，硬要把已經各自生根的樹綁在一起，那不僅綁不住，樹枝跟樹枝之間還會互相摩擦，刮傷彼此的樹皮。這就是為什麼父母走後，如果我們還強求大家要像以前一樣緊緊黏在一起，往往換來的不是親密，而是爭吵與怨氣。諸位同修，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是不是很多時候我們回到老家，站在神明廳前，看着祖先牌位，看着空蕩蕩的客廳，心裏會默默流淚，心裏想着爸媽不在了，這個家怎麼變得這麼冷清？有的大哥大姊責任心特別重，總覺得父母把家交給了我就有責任代替父母，把弟弟妹妹緊緊抓在一起。於是逢年過節，拼命地打電話要大家回來拜拜聚餐。可是回來之後呢，大家坐在餐桌上，滑手機的滑手機，沉默的沉默。要是稍微聊到過去誰照顧父母比較多，看病的錢誰出得少，或者老房子的產權怎麼分，立刻就變了臉。原本是出於一片好心想團聚，結果卻變成互相指責、翻舊賬的大會。一句話出口，傷了幾十年的和氣。一頓飯吃下來，不僅沒有溫馨，反而在父母的牌位前做下了深深的口業。這樣的情景在我們許多家庭裏是不是常常發生？我們靜下來問問自己，父母在天之靈，看到人女聚在一起卻互相傷害，他們會歡喜嗎？絕對不會的。真正的孝順不是表面上湊在一起吃飯，
而是彼此都能過得安穩，不讓父母在另一個世界還要為子女的爭吵而擔憂。淨空老法師常提醒我們，學佛最重要的就是看破、放下。看破什麼？看破世間的聚散無常。放下什麼？放下對親情那種過度的執着與控制欲。親情固然可貴，但如果這份感情已經變成了彼此的負擔，甚至變成了造惡業、結惡緣的溫床，那我們就要懂得放手。放手不是不愛他們了，也不是斷絕關係，而是用一種更成熟、更清靜、更隨緣的方式去對待這份緣。有句話說得好，父母在的時候，家是個圓；父母走了，這個圓就自然散成了幾個點。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接受他們不再天天圍着老家轉，接受他們有各自的生活、重心與苦惱。這不是人性的薄弱，這是生命的必然階段。所以面對這種失落感，我們該怎麼安頓這顆心？首先，我們要學會隨緣不攀緣。如果兄弟姊妹願意來往，大家見面能歡歡喜喜，互相善待，那就隨順這個善緣，好好珍惜。如果大家現在各有各的苦衷，各有各的性格與觀念，見面容易起摩擦，那我們就要懂得保持距離，要去攀那個強求的緣。不要總是在心裏埋怨，他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他為什麼清明節不回來掃墓？你越埋怨，心裏的水就越濁，自己晚年的生活品質就越糟。我們要把這種向外求的心收回來。每天早上醒來，或者傍晚坐在客廳裏，感覺孤單，想起家人的時候，不要拿起電話去抱怨，而是點上一炷香，或者雙手合十，安安靜靜地念一句阿彌陀佛，把你想跟兄弟姊妹說的話，把你想強求他們回來的那份心，全部轉換成這句清靜的佛號。你在心裏默默地發願，雖然我們現在各自生活，但我希望你們的家庭都能平安。我念這句佛號回向給我們過去共同的父母，也回向給你們，願我們彼此化解冤結，皆得安樂。這是一重多麼大道、多麼清淨的慈悲。當你的心念一轉，不再去強求外在的團圓時，你內心的那個圓就滿了。你的心一旦安定下來，這份平靜的磁場，其實也會在無形中化解家族裏的戾氣。佢撕拉開了，摩擦沒了，或許幾年後，彼此反而能在電話裏平平靜靜地互相關心。不過，有些同修可能會在心底泛起疑問，我也想隨緣，可是每次想到過去父母偏生，或者想到某個兄弟姊妹過去對我的苛刻，我這口氣就是咽不下去。為什麼同樣是父母生的，性格和對待家人的方式會差這麼多？講到這裏，那是表象，我們再往深了看。很多同修在聽完前面那段各自成長的道理後，心裏或許會稍微釋懷一些，但夜深人靜時，想到老家的房子被某個兄弟佔了，或者想到過去照顧長輩時，弟弟妹妹一毛錢不願意出，連挨遠都不願意來，這口氣往往還是很難平復。我會忍不住在心裏問，同一個父母生的，吃同一鍋飯長大的，為什麼他可以這麼狠心？為什麼我付出了這麼多，卻換來他們的冷言冷語？依照佛法的智慧來看，這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相聚，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冷淡。老法師常提醒我們，一家人能走進同一個屋檐下，成為父母、人女、兄弟姊妹，撕不開四重緣，報恩、報怨、討債還債。這不僅僅是說父母跟人女之間、兄弟姊妹之間，也是這四重緣的交織。我們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就會一直用世俗的親情標準去要求對方，結果就是越要求越痛苦，越痛苦越生怨恨。
什麼是報恩的緣？有些兄弟姊妹從小就特別有愛，父母走後，他依然處處為你想。你有困難，他鼎力相助，見面總是和和氣氣。這就是過去生中你們結了善緣，他這輩子是來報恩，來與你互相扶持的。遇到這樣的緣分，我們要感恩，要珍惜，同時也要用善念去回饋。那什麼是討債跟報怨呢？這就是在現實中最讓我們心痛的部分了。有些兄弟姊妹從小就跟你合不來，父母一走，他為了爭老房子的持分，不惜跟你翻臉，或者過去父母生病看病請看護的錢都是你一個人在幹，他不但不幫忙，還在旁邊指指點點，說你照顧得不好。遇到這樣的情況，世間人一定會覺得我怎麼這麼倒霉，遇到這重手足，心裏的怨氣委屈就像石頭一樣壓在胸口，常常讓人喘不過氣。佛法不是教我們麻木，而是教我們看穿事物背後的真相。我們可以把因果想象成一本無形的家庭存摺，這本存摺裏記的不是新台幣，而是我們過生生世世彼此之間的恩怨情仇。這輩子他對你冷淡，對你刻薄，甚至佔了你的便宜，從佛法的角度來看，那是在清算這本存摺。也許在過去某一個我們已經忘記的時空裡，是我們欠了他，是我們曾經對他不起。現在因緣成熟了，他來把這筆賬討回去。當他把老房子的錢拿走，當他對你說出難聽的話，這筆無形的賬其實就已經在慢慢結清了。如果我們這時候看不破，還要跟他爭個你死我活，還要每天打電話去罵他，或者逢人就訴苦，說他有多不孝，多無情，那麼這本來快要結清的存摺，又被我們寫下了新的怨恨之債，舊的賬還沒譜，新的業又做下了，這才是真正的得不償失。所以懂佛法的人遇到這種情況會學着止損。這個止損不是說我們要默默承受別人的欺負，而是我們要在心念上止損。錢財、房子這些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可是我們的清淨心是我們晚年安身立命，甚至未來往生極樂世界的根本。我們絕對不能為了一個不講理的親屬，為了一些帶不走的財產，把自己的清淨心給賠進去。當我們明白這一切都是因緣果報的顯現時，心裏的那個結就能慢慢重開了。原來他這樣對我，是因為我們之間有一筆賬要清，現在賬清了，我們兩不相厭。用這樣的心態去看待兄弟姊妹的冷淡，你的心就不會那麼痛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父母走後，如果兄弟姊妹之間磁場不合，緣分不好，那麼少來往其實是一重充滿智慧的自我保護。少來往不是教你心生仇恨，而是教你避開那個會讓你生起煩惱、做下口業的環境。見面若是只有抱怨、翻舊賬、比較誰付出得多，那每一次的聚會就像是在這本業力的存摺裡不斷地傳入惡緣。在我們學佛人看來，佢痴，有時候是為了護持彼此最後一點善念。不見面不代表我們不關心他們，我們把對他們的牽掛甚至不滿全部化作一句阿彌陀佛。你在家裡的神明廳前，或者自己安靜的房間裡念佛誦經，然後把這個功德回向給他們，回向祈求佛菩薩慈悲加持，化解你們之間生生世世的怨結，願大家都平安。這從無形的祝福比你勉強打電話去寒暄，或者勉強聚在餐桌上互相擺臉色，要有力量得多。這也是老法師開示精神理，教導我們最究竟的慈悲，不攀緣，但也不斷善念。可是道理我們聽懂了，要在生活中真正做到放下執着，不再強求，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那些責任心特別重、
總覺得長兄如父，長子如母的同修來說，要他們眼睜睜看着這個家散掉，簡直比登天還難。說到這個，我們來看一個很真實的例子。這位阿琴師姐可以說是我們台灣許多傳統家庭裡那些充滿責任感的大哥大姐的縮影。阿琴師姐是家裡的長女，底下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從小父母就教導她長子如母，要照顧弟妹。幾年前，阿琴師姐的父母相繼臥病在床，最後幾年幾乎都是她辭去工作，在家裡全心全意地照顧。母親臨終前緊緊握着阿琴師姐的手，流着眼淚交代：琴啊，爸媽走了以後，你要代替我們把弟弟妹妹箍緊緊。過年過節一定要叫大家回來拜拜，這個家絕對不能散啊！阿琴師姐含着淚答應了這句遺言，成了一份無比沉重的責任，牢牢地刻在她的心裡。父母往生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阿琴師姐早早就開始準備。她花了幾天幾夜，烤市場、滷肉、燉湯，滿心期待地把神明廳打掃得乾乾淨淨，擺上豐盛的供品，打電話催促着弟弟妹妹帶孩子回老家吃年夜飯。一開始，大家看在父母剛走的份上，也都回來了。嗰時，飯菜雖然還是熟悉的味道，餐桌上的氣氛卻完全變了，少了父母作為緩衝。兄弟姊妹之間隱藏多年的矛盾，不知不覺就浮上了台面。大弟喝了點酒，開始抱怨老房子的屋頂漏水，說維修費大家應該平均分攤。小妹聽了不高興，懶懶地回了一句：以前爸媽看病的錢，還不是大子墊得多？那時候你怎麼不需要棒攤？大弟覺得面子掛不住，立刻反駁，甚至把幾十年前誰出國讀書、父母偏心水的陳年舊賬全都翻了出來。阿琴師姐看着好好的年夜飯變成這樣，心裏好急，趕緊出來打圓場。大過年的，爸媽在神桌上看着呢，你們一人少說一句好不好？沒想到弟弟卻轉過頭來對他大喊：大子，你不要老是拿爸媽來壓我們，現在爸媽不在了，你以為你還能管我們嗎？那一晚大家不歡而散，年夜飯沒吃完，弟弟妹妹就各自找藉口帶着孩子黐開了。大年初一的凌晨，老家空蕩蕩的，阿琴師姐一個人在廚房洗着堆積如山的碗盤，眼淚不停地掉。洗完碗，她走到神明廳，跪在父母的祖先牌位前，哭得不能自已。她心裡充滿了委屈、自責，還有深深的不安。爸媽，對不起，我沒有把這個家顧好，我把大家聚在一起，結果卻讓大家吵成這樣。諸位同修，聽到這裡，你的心裡是不是也覺得酸酸的？這不是阿琴師姐錯，她是一片好心，這是一份充滿了愛，卻又帶着無奈的執着。後來，阿琴師姐在一次因緣際會下，聽到了法師開示因果與家庭倫理的道理，她這才恍然大悟。從佛法的角度來看，心就像是一杯水，如果這杯水裡本來就有沙土，只要你不去搖晃它，沙土就會慢慢沉澱在杯底，上面的水依然是清澈的，大家都能平靜度日。可是，如果我們執着於表面上的團圓，硬要把這些心理有芥蒂，各自帶着不同習氣的兄弟姊妹湊在一起，這就像是拿着一根湯匙，用力去攪拌那杯水，這一攪拌，杯底的沙土全翻上來了，整杯水變得渾濁不堪。這渾濁的沙土，就是我們凡夫的怨氣、不滿跟傲慢。阿琴師姐原本以為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飯是在盡孝道，但她沒有看清楚，當緣分已經改變，當彼此的心念都不清淨的時候，強求的團圓反而成了做作口業的溫床。大家坐在餐桌上，互相指責、冷嘲熱諷，每一句話都像刀子一樣割在彼此心上。這不僅沒有積累家庭的福報，
反而在父母的牌位前投下了更深的惡業。這難道是父母在天之靈願意看到的嗎？佛法講慈悲，真正的慈悲是要有智慧的。如果我們知道這場聚會一定會引發怨氣，一定會讓大家做口業，那我們主動退一步，不辦這場聚會。這就是互持彼此的清淨心，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想通了這個道理之後，阿琴師姐決定放下那份必須把大家綁在一起的執着。隔年的清明節，她不再打電話去催促大家回來掃墓，她只是在群組裏發了個溫和的訊息：清明節快到了，大姊會準備祭品拜拜。你們如果工作忙抽不出身，就各自在心裏搖祭爸媽就好，不用勉強趕回來。把自己照顧好最重要。訊息發出去後，沒有人回覆。阿琴師姐看着安靜的手機，心裡雖然有些落寞，但不再像以前那樣焦慮不安了。清明節那天，只有她一個人準備了簡單清淡的素菜，點上一炷香。他在心裡默默地對父母說：爸媽，孩子們都有自己的業力跟因緣，我不再強求他們了，我把誦經念佛的功德回向給他們，願他們在外頭一切平安。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當阿琴師姐真的放下，不再強求的時候，過了1年多，某個週末的下午，大弟突然打了一通電話來，語氣有些生硬，但還是問了一句：大姊，你最近身體還好嗎？血壓有沒有控制好？雖然只是一句簡單的問候，但阿琴師姐知道，因為她拉開了距離，不再去攪動那杯渾濁的水，弟弟心底沉澱下來的親情，終於又慢慢浮現了。諸位同修，這就是佛法不可思議的地方。改名，先從改心開始，心念一轉，不再去強求外在的形式，不給別人壓力，也不給自己壓力。很多原本僵住的緣，反而會在這個平靜的空間裡慢慢重開。那麼，既然明白了不強求的道理，我們在生活中到底該如何拿捏這種小來往的尺度？這種做法會不會讓別人覺得我們學法學到最後變得冷酷無情呢？其實會有這樣的擔憂是非常正常的，因為我們都是有情眾生，都渴望家庭溫暖，但是我們必須要把世俗的執着跟佛法裡的慈悲分辨清楚。在許多同修整理的佛法開示記錄中，我們時常可以反覆體會這個核心精神，就如同淨空法師寫稿 TXT 這個檔案名稱所隱含的整理與沉澱的過程一樣。佛法教導我們要學會洗去內心繁雜的執念，回歸清淨。這裡面一再提醒我們，真正的慈悲不是表面的和氣，而是不去觸動別人的煩惱，也不讓別人來擾亂我們的清淨心。小來往絕對不是叫我們在心裡築起一道牆，去恨對方，去討厭對方。小來往的真正含義，是佛法裡常說的隨緣不攀緣。我們可以用一個大自然的現象來做比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是種樹。如果你有種過樹或是照顧過盆栽，就會知道把兩棵樹種得太近，它們是長不好的。為什麼呢？因為地下的根會互相糾纏，搶奪有限的水分，地上的枝葉會互相遮蔽，擋住彼此的陽光。最後的結果就是兩棵樹都長得歪歪扭扭，甚至有一棵會枯萎。有經驗的園丁會怎麼做？他會把這兩棵樹移植開來，給它們各自保持一段適當的距離。距離一拉開，兩棵樹的根都能舒展了，枝葉都能照到陽光了。雖然它們不像以前那樣緊緊靠在一起，但在同一片土地上，它們各自長得高大挺拔。微風吹過的時候，它們依然是一片美麗的樹林。兄弟姊妹到了晚年，就是這片樹林。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生活習慣，甚至連飲食習慣、宗教信仰都可能不一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像小時候那樣，
硬要擠在同一個屋檐下，硬要對方接受我們的關生方式，這就像是把兩棵已經長大的樹硬綁在一起。結果是什麼？好意變成了壓力，關生變成了干涉。比如你一片好意，打電話去叮嚀弟弟，你血壓高，不要老是出去喝酒吃肉，要多吃素，多念佛，這本來是善意。可是弟弟聽在耳裏，覺得你又在說教，又在管他。他不耐煩地回了一句：哎呀，大子你管好你自己就好，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聽了這句話，心裏像被針扎了一下，覺得委屈。我是為你好，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於是你可能忍不住又念了幾句，他那邊口氣更差。最後兩個人不歡而散，掛了電話。你氣得一個晚上睡不着覺，第二天血壓反而飆高了。諸位同修，你看，原本是一片好心，結果卻讓兩個人都生起了煩惱，做下了口業。這就是攀緣帶來的苦果。緣分明明還沒有成熟，對方的觀念跟我們不一樣，我們硬要去攀這個緣，硬要用我們認為對的方式去改變它，這就是一種執着。老法師常說，修行要在生活裏修。如果我們知道跟某個兄弟姊妹講話，講不到3句就會吵架，如果我們知道一提到父母留下的遺產，大家心裏就會起疙瘩，那麼就有智慧地選擇避開。這不叫懶好，這叫做互持彼此的善念。在佛法看來，保護別人的清淨心，不讓別人生起嗔恨，這就是大慈悲。既然見面容易起摩擦，那我們就選擇逢年過節發個簡單的訊息問候就好。既然講話容易傷和氣，那我們見面的時候就多微笑，少開口。把那份想要控制對方、改變對方的戾氣收回來。遇到手足之間有矛盾，我們要在心裏提醒自己，少責備，多祝福，少翻舊賬，多說感恩。他願意講，我們就安靜地聽，不插嘴，不反駁。他如果言語上帶刺，我們也不要用更尖銳的話刺回去。這叫什麼？這叫不接招。他不好的磁場丟過來，我們用一句阿彌陀佛把它化解掉，不讓這個惡緣在我們心裏發芽。佢黐產生了，摩擦就減少了。當我們不再給對方壓力的時候，這條緊繃的親情橡皮筋反而能慢慢放鬆下來。這就是隨緣不攀緣的生活智慧。可是，在行為上確實可以做到不打電話、不見面。可是這顆心就是不聽使喚啊！每天一個人在家看着電視，心裏還是會牽掛他們，甚至有時候還是會忍不住氣他們過去對我不公平。這從看不見的糾纏，到底該怎麼辦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行為上拉開佢黐只是第一步，真正要解決的是我們心底深處的業力牽絆。許多老同修會跟我說：大德啊，我不打電話給他們，也不去管他們了。可是每天晚上一個人坐在客廳，電視開着，心卻不在電視上，腦子裏總是會浮現小時候大家在一起的情景，或者突然想起某個兄弟姊妹講過一句很傷人的話，心裏那一陣酸楚，一陣不甘心，就像海浪一樣一波一波打過來。這就是佛法裏常講的業力牽引。行為上的距離容易拉開，但心理的執着最難放下。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體會這種感覺：親情與恩怨，就像是我們跟兄弟姊妹之間綁着無數根無形的橡皮筋。當我們心裏怨恨對方、牽掛對方，或者一直想着他為什麼不照我的意思去做的時候，我們的心就在用力往後退，把這根橡皮筋拉得緊緊的。你拉得越緊，這股反作用力就越大，勒得你的心越痛。對方在無形中也會感受到這股壓力，而一旦有一方突然放手，或者用力過猛斷掉了，雙方都會被彈得遍體鱗傷。那麼佛法教我們怎麼解開這根緊繃的橡皮筋呢？不是用力扯斷它，
而是慢慢地往前走，讓這根進皮筋自然地重開。這個往前走的力量就叫做念佛回向。很多台灣同修家裏都有神明廳、祖先牌位或者有供奉佛菩薩的佛堂。過去我們拜拜的時候，心裏求的往往是菩薩啊，求你保佑我那個不聽話的弟弟趕快回心轉意，求你讓他知道他以前對我有多不公平。這重祈求其實還是一重控制。我們表面上在求佛，骨子裡還是希望對方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這樣求心是不清淨的，這跟做皮筋還是緊繃的。真正的念佛回向是要放下我們世俗的對錯標準，把強求轉化為純粹的祝福。你可以試着這麼做，每天早晨起床，或者傍晚心裡覺得空虛孤單的時候，走到神明廳前，點上一炷香。如果不方便點香，就在客廳找個安靜的角落，雙手合十也可以，把心慢慢沉澱下來。不要去想過去的恩怨，也不要去想誰對誰錯，就只是安安靜靜地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10句、8句、1000句都可以。當你覺得心跳平穩了，呼吸順暢了，這杯本來渾濁的水稍微清澈了一點時，你就在心裡默默地發願，把這個念佛的功德回向給你的兄弟姊妹。你可以這樣在心裡對佛菩薩說：阿彌陀佛，弟子今天將念佛的功德回向給我的兄弟姊妹。弟子明白過去的恩怨都是因緣果報，我不求他們向我認錯，也不求他們一定要回到我身邊。我只祈求佛菩薩慈悲加持，願他們在各自的生活中身體健康，出入平安。願我們過去生生世世的怨結、虧欠都能在這一句佛號中化解。願我們彼此不再互相牽絆，各自安好。當你真心誠意地說出這段話時，你會發現你的眼淚可能會不自覺地流下來。這不是委屈的眼淚，而是心裏的委屈。怨恨被佛號洗滌之後，那從釋放與輕鬆的眼淚，這就是在解怨釋結。你不再用世俗的愛恨情仇去綁架他們，而是用佛菩薩那從廣大無私的慈悲去祝福他們。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念佛好像看不到什麼神奇的感應，其實心念的轉變就是最大的感應。我們這顆心就像是一台收音機，如果你每天把頻率調在怨恨、委屈、不甘心這個頻道上，你接收到的就全是家庭的噪音跟雜音，身體的病痛也會跟着來。可是當你開始念阿彌陀佛，並且真誠地回向祝福時，你就把心靈的頻率調到了清淨、慈悲、安頓的頻道。當你不去索求回報，單純只給予祝福時，那根緊繃的橡皮筋就徹底鬆開了。哪怕對方現在還是對你有誤解，哪怕他們過年還是不打電話來，你的心也不會再痛了，因為你知道你已經盡了做手足最後一份慈悲。把最好的善念毫無保留地送給了他們。佢痴雖然遠了，但善緣卻深了。這從無形的祝福遠遠比有形的糾纏、爭吵來得有力量、有意義得多。這就是淨土法門教導我們的生活智慧，把對外在親情的依賴一點一滴地收回來，轉化為對內在清淨心的護持。可是，當我們把這份心收回來之後，我們終究要面對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父母不在了，兄弟姊妹也各自成林，漸行漸遠了。我們這些漸漸老去的人，在漫長的退休歲月裡，甚至是未來面對病苦與臨終的那一刻，我們究竟能依靠誰？這種恐懼和孤單感，是我們每個人到了晚年都必須獨自面對的功課。佛陀在無量壽經裡早就非常慈悲地告訴了我們人生的真相。經上說，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這句話年輕的時候聽，可能會覺得很悲觀、很淒涼。可是到了晚年，你再靜下心來細細品味，這不是悲觀，
這是生命最真實的寫照，也是幫助我們看破放下的無上智慧。我們不妨用一個大家都能體會的比喻來想一想，人生就像是一趟單向行駛的火車。我們出生的時候上了這班車，父母是陪我們坐得最久、照顧我們最多的人。可是到了某一個車站，父母的票到期了，他們必須先下車。兄弟姊妹呢？他們雖然跟我們坐在同一個車廂裏，可是他們也有自己的伴侶、自己的孩子，有他們自己該下的車站。到了最後，當這班火車開響，我們生命的終點站時，你會發現能陪着我們走到最後的只有我們自己。這不是無情，這就是生命的規律。如果我們看不透這一點，一輩子都在車廂裏找着別人不放，求別人陪我們坐到最後，那你這一路上不僅看不到窗外的風景，心裏還會充滿了恐懼與失望。我們晚年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身體上的病痛，而是把安全感全部建立在別人身上。我們總希望人類孝順聽話，希望手足熱絡互助，希望老伴健健康康地陪着。可是外面的世界瞬息萬變，別人的心念我們控制不了，把依靠建立在別人身上，就像是在沙灘上蓋房子，一個海浪打過來，或者一陣風吹過來，房子就垮了，我們的心也就跟着碎了。那麼晚年真正的依靠到底是什麼？老法師開示的精神告訴我們，真正的依靠是把自己這顆心真正地安頓好。咁安頓就是把原本向外攀援、向外求關愛的心統統收回來，安住在阿彌陀佛這句萬德紅嶺上。我是迷信，這是一套非常踏實的安心法門。當你不再每天等着別人的電話，不再去計較誰來看你，誰沒來看你，你把這些時間拿來念佛、拜佛、聽經，天氣好的時候去公園散散步，或者去道場做做義工，與人為善，你會發現生活突然變得好簡單、好輕鬆。有一天，你獨自坐在家裏念佛，眼睛閉上，心裏默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着念着，你的心會慢慢安靜下來。你會感覺到，雖然這間屋子裏只有你一個人，但你並不孤單，因為當你的心清靜了，阿彌陀佛的慈悲光芒就一直在守護着你。這句佛號就是我們晚年最堅固的拐杖，也是我們未來離開這個世界時最可靠的導航。它不會跟我們生氣，不會嫌我們老，也不會因為我們沒有錢就離開我們。只要我們願意念，願意相信，這份依靠永遠都在。從佛法來看，父母走後，家族的緣分變淡，這其實是佛菩薩給我們的一個提醒。提醒我們什麼呢？提醒我們世間的緣分終究會散，提醒我們是時候該把眼光從人情世故上移開，轉向我們自己生死大事的準備上了。這是人生最好的一個轉折點，不要害怕孤單，孤單正是我們好好面對自己、好好念佛修清淨心最好的時光。把以前操心別人的力氣拿來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把以前生氣抱怨的念頭轉成一聲聲祈求往生極樂世界的信願。當我們把心安住在佛號上，我們就不再是一個無依無靠的老人，而是一個充滿智慧、準備隨時跟着阿彌陀佛回歸極樂老家的修行人。心安了，這晚年的每一天都是清風明月，都是無量歡喜。佛法流傳到今天，經過了2、3千年，它之所以能安定無數人的心，不只是透着印在紙上的經書，而是靠着每一個人願意把一句善言、一個轉念的方法傳給另一個正在受苦的人。你今天聽懂了一句隨緣不攀緣，在生活中照着做了一句，你的家裏就多了一分安定，你的心清靜了，這個世界就少了一分戾氣。我們這個頻道不是要向大家發願，也不是要大家去迷信什麼神奇的感應，我們只是希望把老法師開示中那些勸人念佛、行善、改過、放下的精神，用最貼近生活的方式，
整理給更多有緣人聽，希望能陪伴大家走過晚年這些大大小小的煩惱。如果你今天聽了這段話，心裏覺得有一點安定，有一點釋懷，歡迎你在留言區留下一句阿彌陀佛。你也可以把這份聽天聞法念佛的善念回向給你的家人、你的祖先，回向給正在為家庭關係受苦的眾生。若你身邊有親戚朋友正因為父母往生、兄弟姊妹不和而痛苦煩惱，你也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讓他多一個安心的因緣。這也是一重非常清淨的法布施。最後，讓我們一起合掌，將今天的善念做個回向，並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強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阿彌陀佛，祝福大家身心安泰，六時吉祥。